根据民间食物银行的统计，这弱势却无符合政府补助族群，逐个月平均收入是1,000块，开销却爱到23000块。即阵食物银行甲便利超商合作推出这救济餐零用计划，希望会当甲温暖送到5000块的家庭去。 有时阵拄啊咧烦恼明天米无够啊，物资来了就欢喜个。烦恼后一顿伫咧倒位是袂少社会变恩户的心声，疫情还未结束，物价指数阁创新高，互变恩户变阁较弱势。根据民间食物银行2021年的统计，变恩户逐个月平均收入11491块，平均逐个月开销爱23000块，超支12000块，比2019年的数字要严重。食物银行即阵是第5年找便利超商合作，塞300块的救助餐。 提供油、米、罐头，希望后边恩户有3顿饱。我先生早就过世了，他2、3个小孩是啊，我就有时候去捡回收的啊。假如有50块还是几块，我就是一家人出。 阮送食物包去哈，我听遮个个案拢甲我讲，得到恁的食物包，我即摆会当去看病啊，一个食物包差不多是大3000块。救助协会表示，受助的案件1/3拢是65岁以上的时代，其中有一半拢失灵，以偏向花莲甲台东独居的长辈上侪，家庭部分有超过60%拢是单亲。 无就是阿公阿嬷孤一人带孙呢，以台北家人依然比例上悬。民团希望1年内会当募到6万套救助餐，甲温暖送到5000户有需要的家庭。记者阿敏金丹保罗台北报道。